美食大比拼今仔日来比小笼包，讲下做人参包啊。这个婚宴的水拿甲台中的丰原，都是打较好食的，饼看咧就会知。一个小笼包加落汤汁直直流出来，搁滴满一汤时，光看到嘛就想要来一喙。搁来一粒小笼包，用第一吐会使和贡丸同款安尼吐起来，皮拢无破，料侪结实。汤汁蛮多的，对啊，我刚刚还爆浆。这是台中丰原的一间小笼包，开20多年，对餐车卖到开店。一个人饮皮，2个人包啊，40秒就包出7粒小笼包。我们会一定要包鲜葱，再就是我们的是皮薄馅多。我们在包的手法的话，跟其他汤包店有的时候是不大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经常用皮来拉的，让肉扎实紧实在里面。伫婚林水拿乡嘛有一间特别的小笼包，头家过去捌伫连锁小笼包店学过，甲好手艺带转去家乡开店。伊包的每一粒小笼包，连扣件拢真要求，每一粒扣件拢真水。16至18整，比较不会看，而且上面的头比较不会那么大，肉汁吃起来比较不会油腻，因为有比例有特别有另外又调过。放入去人参内底8分钟就会使食，大家拢会腌姜丝、润豆油做伙食，很健康的，不会太咸。台中和婚林2间来比拼，台中皮薄个 Q 弟弟，鸭料嘛真结实，有葱仔做配角。婚林的猪肉是当日的温体猪，汤汁袂油，口感袂死咸，2间拢是顺手工，现做现吹。它很新鲜，就是肉就是有很嫩，要跟内馅能够搭起来，能够融合这样子，不要说皮是皮，然后肉是肉。无共师傅做出来口感和味拢无共，民众嘛拢有家己喜的。不过大家拢认为关键就是物件一定要鲜。